魔力宝贝 M 周年庆好康大放送，史上最狂奖励登入宋雨欣，100万经验值天天送，无天敌的超强宠物即将登场，即刻加入魔力宝贝 M， 一起展开冒险吧！哦，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甩头太帅了，太好笑，讲话好像。我会无脑喜欢他的声音哎，我喜欢刘德华。翻出海飞，他很像巩俐，他的侧边很像巩俐。哇，腿好长。对，真的像 model 志玲一样。对，哦何苦真情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这是警察吗？天哪，是警察可以这样子吗？不容易啊！小巨蛋的格局。小巨蛋啊！对。你们选来的人都好难猜哦。哇，太棒了！我们从 pub 到那个外太空了，这个气氛完全不同。我真的要替平民巨星讲，你们太厉害了！怎么可以找到这种各种不同类型的歌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好看哎，我真的觉得好喜欢，很尽兴。现在你要选一位成为周冠军，他会是谁？周伟老师。欢迎来到平民巨星。在今天呢，我们又要进行周冠军的比赛。那每一集呢，都有5位来自不同的年纪、性别还有职业。大家在这里呢，用歌声来决胜负，不管他来自何方，都很有故事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们5位优秀的评鉴团老师，欢迎几位。每个人有不同的担当，负责不同的项目。今天有新朋友来哈，欢迎哲伟。哎，焦哥好。徐哲伟有新单曲对不对？对，6月20号数位发行我的全新单曲。哲伟哥啊，这个歌好像之前早就写好了，对不对？哎，对。放了多久？10年。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会去募资吗？现在很多募资平台，我帮你介绍。因为焦哥，因为这个歌是写给奶奶的，因为这当做我自己心的治疗，因为奶奶过世。过世那年，他包了粽子给我，然后我就把粽子放在冰箱3年，因为我觉得如果粽子丢了，就失去跟奶奶的连接，也舍不得吃，也舍不得丢。对，因为我觉得忘记这件事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花了10年时间，用创作，然后治疗自己，所以这次发了奶奶的母语、客语之外，还发了国语2个语言的，然后在端午前后发行，这样当天特别有意义。对，你可不可以唱2句让我们听一下？评审老师，我要评审1号选手来，粽子歌王啊，哲伟来。好，容颜。现在的你在天堂那边，一定要对自己再好一点。我会认真过每一天，等你入梦，伴我入眠。我要下辈子都还能牢牢地记住你慈祥的容颜。好听，谢谢啊！这个尤其他讲的故事之后，就更感动了。每个人都会有心中难忘的容颜呢，不管他在天堂或在哪个角落。谢谢你的好歌，谢谢，而且还不同的语言哈。谢谢。好，今天呢，选手要好好准备了，因为这个老师很厉害，哲伟老师哦，以前也是他这个歌手 DJ， 他也得过金钟奖，入围过金曲奖，这个在演艺圈是很罕见的哦，就同时可以入围金曲跟广播金钟。欢迎老师的加入，谢谢。好，马上介绍巨星导师，欢迎周蕙，巨星导师登场。
交歌交歌。你一来，真的我们都很感动，因为我们台湾有孕育了很多大牌大明星，但现在要同台机会很难得哈，感谢。没有，您给我的机会。哎呦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你以前有没有做过非歌唱类型的工作？不管是打工或者是真正的。我在家里头端过盘子，因为我们家开餐厅。哦，自己在家里面当服务生。其实严格来讲，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歌手啊，你那我在等别的。对，我在等待发片的期间，就在家里头打工。哦，对，有遇到OK过吗？有没有？我还有抓过小偷哎。你说店里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是半夜来偷，还是在当你面前偷？不是，他就偷便当，因为我们家有打便当，一盒一盒一盒，是，然后就有人来偷。那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会觉得我那时候不应该去抓他。哎，为什么？我只是现在长大之后，我觉得他会去做这件事情，肯定他有难言之隐。搞不好他饿了很多天了。对，但是我们并不了解那个状况，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生活当中真的是成长之后留下来一些经验。不过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当服务生，对，所以你就没有再做过任何其他的？没有。哦，这算很幸福哎！啊，郑姐才不容易。郑姐是怎么样呢？郑姐现在在餐厅端板子，哇，每天都在端。对，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从加拿大回来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每天在家里面没什么事做嘛，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水饺店。真的哇，好，可以团购吗？那就是我跟我先生2个人。哦，然后你就自己当就是一个老爷爷在煮水饺，老奶奶在收钱，还有端盘子这样子。对，好，祝你生意兴隆。哎呀，谢谢，也谢谢周慧姐的到来。谢谢。待会请你们用你们的耳朵跟眼睛，帮我们挑出现场的平民巨星。好的，平民巨星正式开战。平民巨星比赛规则共分为13场赛事，每周选出周冠军，每月由周冠军角逐月冠军，最终由月冠军竞争最高荣誉的总冠军。周冠军赛事来自各行各业的5位歌唱好手，各自对应专属标签，根据巨星导师的选择，依序出场演唱。经过2轮淘汰赛后，夺得周冠军的选手将可获得与本集巨星导师合唱的殊荣。各就各位。首先呢，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集的5个标签。这5个标签分别是亲火上电树的，是口人也，还是什么？是日本人吗？他日本人吗？对，我也觉得是不是日本人？保姆啊，吴京是那个吴京吗？武打的吴京吗？那个演员是不是？哦，大演员牌那个是武打巨星。端盘子，哎，这配合你的。对，是配合端盘子很多哦。端盘子的人真多是吧？但人家是画家。哎，我们端盘子的人可能都蛮有才华的。也许是隐藏的高手，对不对？是。那你就照你心中的顺序选择，好不好？好。第一个，你想邀请谁？我确实也对这个吴京的教练还蛮好奇的，你知道吗？我自己有在健身，对，所以我就很想知道教练会教些什么。那你的教练有会唱歌的人吗？应该唱不过我，搞不好出来。也对，这样讲也对。谁敢在你面前说高歌一曲呢？是不是？好，各位朋友，那就来欢迎这个第一位吴京的教练，一鸣惊人，请发声。原谅我这一生把譏諷中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哎呦，不錯哎！哎，他選了我偶像的歌，Beyond啊，對啊。歡迎吳京的教練出場。哦，果然是個健美先生，有比他壯哦。欢迎走上你的 C 位，自我介绍。主持人好，周慧小姐好，还有我们5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叫做张凯张凯，朋友也叫我凯教练。凯教练，我也是吴京的教练。真的是吴京的教练，是在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缘分？那个时候被朋友介绍，然后吴京先生就邀请我去帮他做，因为他《战狼2》一开始要露一下他的身材嘛。那我就到了北京，到他家之后，他就说：“哎，张凯啊，你看我这肚子，12周有机会嘛？12周了， 12周，当时咱们就剩12周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金哥，如果接下来我以为是怀孕12周的肚子。”然后呢，所以就答应了，你就对，我就跟他说，我说12周，咱们只要照我说的吃，照我说的练，是，那保证您在开拍前肯定，是18岁少年的身材。哇，他到底多么的想要当歌手呢？请看 VCR。够，可以再换一点点。
或者去了下深一点，手碰到膝关节。对，我要到这个地方，来下3。我叫做张凯，我从事于健身业。我目前是1对1的私教，也在一个健身房兼差当他们的培训教官。那在工作之余我还经营 YouTube， 我是个 YouTuber， 我常常跟一些网红去分享一些健身上面的相关知识。网红神清气爽，对不对？运动完以后筋都开了嘛。我也很喜欢跟朋友聊健身，因为这方面我觉得能够让我很有成就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凯教练。最近也有一些女生朋友问到我，凯哥啊，我真的想要练一下我的腰，把它变得比较小，让它再紧实一点。我要做什么样的运动？不可能嘛！记得控制饮食，加上运动量，增加卡路里的消耗量，你就会瘦下来。凯教练聊健身，今天就聊到这边，下次带个朋友聊健身。唱歌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我13岁跟着我母亲移民到美国去，我就会出去跟朋友唱歌。唱歌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你唱得还不错，所以回来台湾我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在台湾的这个圈子里面尝试过想要当一个歌手。那中间我参加过训练班，我也担任过很多的临时演员的角色。后来也参加过飞哥的模仿秀。年轻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生存在不同年代。自来水倒在师傅把它开。中间唱过一些比赛，也签过一些合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出唱片。那我在唱歌的同时，我也在朋友的夜店里面帮忙调酒，所以过的是夜生活。我发现我身体变得很差，那我才开始想要去加入健身房。它也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我才从唱歌的这一部分去跨界到健身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今年45岁，马上满46，当然我有老婆小孩跟妈妈这样子的负担在，所以说比较不能像小时候一样随心所欲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次参加平民巨星的比赛，主要不是想要跟任何人比较，主要是我想要证明给自己看我是喜欢唱歌的。爱那么重，爱那么痛。我想要找到一个舞台，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我唱歌，再把这一次比赛献给当初18岁那个热爱唱歌的自己。哇，感动哈！对，当年18岁爱唱歌，才第一位就让我觉得很感动了。您现在贵庚？我今年要满46了，所以等于这个梦想等了快要28年。对哦，28年了。但中间你还是有机会的啊。其实，在1992到2002这中间，我上过非常多的比赛，包括当初跟欧弟的4大天王的模仿秀。郭富城组冠军就是罗志祥，对，张学友组冠军是欧汉声，对，我是张学友组第2名。可是后来你又在飞哥节目演的是刘德华，你有事吗？他是唱张学友就像张学友，唱刘德华就像刘德华，是不是？对啊，有点想一句来一下。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刘德华还有咬字。刘德华，给我一杯忘情水，真的，换我一生不伤悲。他的发音位置完全可以换来换去，非常共鸣是对的，一下高一下低这样，太妙了，好厉害哈！对，所以后来就做的健身教练也不错啦。那你就两岸飞来飞去吗？现在没有，因为我中间其实后来没唱歌，我是2003年回美国去念大学去了。那你在美国做什么？在美国做多了啊，房地产的估价师、健身教练、电视台的一个主任啊。然后因为那个老板他其实很神奇，他是类似一个像华尔街之狼那个样子的骗子。对，我帮他工作的时候，中间发生很曲折的事情，我在那边变得说人生地不熟又没工作，真的得出去端盘子了。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啦，他刘畊宏先生，那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张凯，我跟你说，张凯，我现在在大陆有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我需要一个老教练，需要一个资深教练，好不好？不是，你连模仿刘畊宏都有点像。刘畊宏怎么来了？他其实是综艺咖，对，他应该上综艺节目才对。人生好多转弯哦，他。对。但终究回到歌唱的舞台。没错。今天要好好表演哦。谢谢。来，歌声见真章，欢迎凯教练带来的《追》。谢谢焦哥。这一生也在进取，
這分鐘給掛念誰？我會說是唯獨你不可灑退。好光陰自還自去，睡眠人生樂趣。我會說為情為愛仍然是對。誰比你重要？成功了敗了也仍情無重要。誰比你重要？狂風與暴雨都因你燃燒。一追再追，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原來多麼可笑，你是真正目標。追再追，最終一息生活在基本需要。原來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給最重要。一追再追，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原來多麼可笑，你是真正目標。一追再追，最終一息生活在基本需要。原來早不缺少，只得你會叫我彷彿人群裏最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謝謝，謝謝張凱教練啊，謝謝。來，幾位評鑑團聽完之後呢，有什麼樣的感覺呢？太感動了，因為我剛才在看凱教練唱歌的時候，他是唱給老婆聽的，眼神裡面透出的那個愛意都飄到我們這兒來了。這點你做得非常非常好，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謝謝。我會就 DJ 的角度來看，如果說聽眾是在聽歌的話，我到底要知道張凱是誰？我覺得聲音的辨識度的部分，我覺得可能要再調整一下，因為你可能過去模仿太多了。如果你真的出了一張唱片，你到底要走哪一個方向？我覺得聲音的辨識度太重要了。來，嘉威呢？你聽完之後，你聲音真的好像劉德華哦，真的嗎？尤其是有帶一些廣東音的時候，就覺得好像，就連不模仿都很像劉德華。好煩了，這講話好像。我會無腦喜歡他的聲音哎，我喜歡劉德華哦，很有魅力哦，熟男哎哦。我覺得或者我們可以轉一個方向，如果真的那麼像的話，那如果我今天是唱女生的歌，我覺得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想說，如果以後你要唱別人的歌，那我女歌男唱可不可以？對啊，所以我就覺得你可以往那方向，但我很喜歡就是你的聲音。謝謝。其實我聽了那麼多的建議，我都非常認同。但從他開始介紹的那個影片一路下來，我覺得他的人生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在剛剛這首歌裡頭，他已經用了他的方式唱出來。我已經不會去管他到底像誰，我只是在看一個人很誠懇的把他想要說的話透過一首歌唱出來，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說已經足夠。對，哇，很棒很棒，謝謝，謝謝老師，謝謝凱教練老師，謝謝老師，謝謝吳偉老師，謝謝。好，接下來我們再看看標籤，現在還有4個啊，周慧，你對哪一位比較好奇，想邀請他趕快出來？我會想要選保姆。保姆啊，我們來聽聽他的聲音，看看他怎麼帶孩子。來，先一鳴驚人，先唱歌。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 ，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哎，我本来以为是女生，保姆。对耶，来，我们欢迎保姆登场，站到属于你的 C 位。是男生。舞台上没有别人，只有平民巨星。主持人好，那个周慧好，那个各位大家。他很棒，他很有礼貌哎。他没有叫我周慧姐，这叫没礼貌。不过大家最好奇的还是保姆这2个字。是，您是什么保姆？我现在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服务，我是一位警察。哦，人民保姆是这种保姆哦，搞错了，真的是。原来如此，原来是。那你是负责什么？因为警察也有很多种嘛。对，我就是在路上巡逻啊，开罚单啊，处理。你最讨厌你这种，我跟你讲，那种最讨厌。有时候我这个就是借停一下不行吗？对，快点。好，那这个工作待会再跟我们分享。好，最主要的是为什么一个人民保姆这么神圣的工作，他心中有歌唱梦呢？请看影片。时间，别让它自由。关于我的职业，很多听过我唱歌的人都说我是被警察耽误的歌手。哇哦！家中的观念比较保守一点，然后父母亲是公务人员，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都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所以那时候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有报考警专，那就顺利的考上。对，从此以后就开启警察生涯。爱唱歌的个性，我觉得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就算当了警察也是一样。平常我是在外面骑车巡逻的时候，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我都会很大声的迎着风唱歌这样子。要来去郊游，大步大步走。我的同事其实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然后有时候他们会听到自己喜欢的歌，还会跟着我一起唱。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它有举办歌唱比赛，是1年1度的，然后很幸运的就是在第3届的时候拿到了第1名。之后呢，就开始去陆续参加各种的试镜，还有经纪公司的选秀活动这样子。后来呢，因为从桃园到台北，每次都要多花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就干脆自愿请调上来台北服务，然后方便我参加各种试镜这样子。下班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看一下最近时下有什么新的音乐，然后就会跟着一起唱。那如果那些歌曲比较有技巧的话，我就会一直不停的单练那一句，然后直到把它练到最好，然后再把整首歌唱出来。这么做其实就是很希望自己如果哪一天真的可以上台表演唱这些歌的话，可以把它发挥得最好。不管是我在从事警察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我都希望可以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我也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声音，带给大家更温暖、更有希望的力量。谢谢大家。好励志哦！励志哦！哎，林俊逸说在路上遇到过他，你是不是在信义区服务？对。你有跟他下过单就对了。你骑车的时候是不是戴口罩不戴墨镜？对。好，那就是你。可是我有在一间卤肉饭店遇过俊逸哥。真的吗？哎，你们好有缘哦！没有，因为我真的遇到对方。我真的在路上有遇过一个唱歌很大声的经历。所以我们这个影片是真实的，你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对，你每天作证了，每天都是这样子。真的啊。先很好奇问一下，因为这个工作很神圣啊，一定要先跟你致敬啊。所以的警察年轻有为，愿意来贡献自己做公务员，了不起。那你还有处理什么样的事情？除了开罚单之外，其实我觉得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我们会处理到大体。就是只要是说他们死亡的原因是不单纯的，我们就会去现场，然后勘察现场，然后拍摄大体这样子。但是你要唱歌这事情，你分局里的人知道吗？其实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很支持我，也支持你。对，而且其实我们就是警察，就是很轮班制，很辛苦，但是我们下班之后还是都会发展各自的兴趣。太好了。同事有很会滑板的，然后有当 DJ 的，对，然后去冲浪的，舒压，其实对不对？对。那你们的班是怎么排的？因为这可能跟一般餐厅的排法不一样。就是一天上12个小时。
哇塞，很辛苦哎！你看我们就别再抱怨了，对不对？摄影师啊，大家工作人员都别抱怨，这多辛苦。那车子调走就调走，算了，没关系。这是另外一回事。没有啦，其实该熟的还是要熟啦，对不对？您要唱什么歌？我要唱《不需要知道》。那我们就期待你的表现喽，各位朋友，她是一位人民的保姆，欢迎许冠宇，不需要知道，加油，加油！一个人要有多少缘分被自己牺牲，才能换一次在你身边沉沦？只为一个眼神，我宁可学着自己面对孤独的旅程，也不愿看你挥霍你的青春，在困住你的人，回忆的时分，只要记得我这个人，不要犹豫，朝着他用力飞奔。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不要停留，不要停留，他不是我，我不苛求，和你相拥，陪你白头，你的幸福是我放手的理由。你不需要知道谁会伤心，也不需要知道谁正在想着你，只要知道别停下，我是过客不是铁达，他才是最好的目的地。你不需要知道我的真情，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想着你，带着我的祝福前进，擦干每个泪滴，这样我曾经的存在才有了意义。谢谢。谢谢许冠宇唱的韦礼安的歌，好可爱哦，他唱歌觉得很可爱啊，这个形容词很特别哦。为什么？是表情？不是，因为他整个人就是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单纯有为的青年，心中还有非常多的梦想。对。没有想太多，直接就唱就对了。你看他刚刚都还有微笑的唱歌，你知道我看到那个神情是很感动的，真的哦。谢谢。我认真觉得他就是一个很 pure 的人 ，pure 到我会觉得我们不忍心去伤害他。我被他的 pure 跟真诚感动，而且我非常喜欢他的中低音那个 range。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你的独特性。然后我说闭上眼睛去听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声音的辨识度有出来。这个很重要，这件事很重要。对，而你进歌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一点，因为一开始唱的时候，有的时候太嗨了，你知道那个情绪啪就下去，是不是因为骑摩托车唱歌很大声的关系？那种比较抓不到细节。有可能哦，有可能哦。谢谢。我想先问你，你想唱给谁听？我想唱给我曾经服务过的那些民众们听。好，可是你唱歌的对象，我们并感受不到，我并感受不到这件事情。你唱歌没有投射的对象，会是一个危险。就是对我来说，你跟音乐是没有走在一起的。是。然后包括整个音乐其实是你表演的一部分。是。包括尾奏。是。所以你应该把这首歌曲完整的诠释完成，跟着音乐一起呼吸，一起鞠躬。我觉得那是一个完整的表演。是，老师们是很用心良苦的，对，他们是真的想教你，他们是真的希望你好，才会讲那么多实话，希望你承受得住。好，谢谢许保姆，谢谢人民的保姆 ，Thank you， 谢谢许冠宇。
我觉得我刚刚已经尽全力了，然后就跟老师说的，一开始进歌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所以有点抓不到音，但是后面渐入佳境，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周慧就是很喜欢，很开心，我一定会晋级的。接下来还有3个标签哈，周慧老师啊，你想邀请哪一位上台？我很像突然间有点看懂这个《说文解字》，那个日本人。口是，到底是口也是人，还是是人口也，还是是口人也？还是吐他？还吐他？吐他？吐他？对，吐他可以哦，吐他可以啊，所以出来的是一个痰很多的人，喉咙音很重的。我现在因为这个角度看，那个人跟也，它应该是一个字，他。对。那个是跟口，该不会是吉他吧？哦。可能是跟吉他有关系，蛮像的。好，对，那先听他的歌声喽。哎，一鸣惊人。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对你说100个理由，摆给你一个笑容。好，欢迎是口人也出场。到底是什么情形呢？欢迎你站到舞台中央，跟大家问候一下。焦哥好，周慧老师好，你好，评审老师们大家好。我其实本身是一位才艺老师，那吉他已经跟着我10几年了，真的是他是我一个最佳伙伴，真的是哦，真的是吉他，真的是吉他。好，请看他的故事。好。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每个礼拜就会到教会去读圣经、唱诗歌，所以就奠定了自己对这个音乐喜欢的一个基础。那我也用自己的方式成了一个才艺老师。我教钢琴，钢琴是从教会开始，自己无师自通，学会了2只手之后才找老师学的。我教爵士鼓，当初是报名教会的爵士鼓的团体班，因为学费比较便宜。对了啦，敲下去你的鼓棒丢起来，不要压。哦，你会有点压，再一次。我教吉他课，还有乌克丽丽课。吉他是请教会的前辈教我。对，再一次，你要把它弹好，换好。后来乌克丽丽呢，是因为有了吉他的基础，那自己上网摸索，那是因为这样子之下才学会的。错了，三角形在这里。对，当才艺老师这个工作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虽然每天都把行程排得满的，但是我一定会自己拨空，会找时间来做我的创作的这个部分。那我会定时的把一些自己的创作歌曲或者一些我的 cover 的作品，定时的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这样。在我20岁到30岁这个10年的一个青春年华里面，我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坚持努力的做下去，所以我会希望站在舞台上能够发光发热，那也能够让大家喜欢我的歌声，还有喜欢我自己的创作歌曲。这是佳宁的故事啊，他会写歌，会教学，其实蛮了不起的，音乐全才。所以你都是在这个课堂，还有刚刚讲教会，对，没错。还有在什么地方有表演或是演奏啊？就还会去街头啊。对，然后还会去一些就是婚礼演奏，婚礼人家都会请乐师、乐手在舞台上演奏，对，然后还有接一些活动啊。但是我很好奇，你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我是从去年开始，慢慢就会网络上 Google 就搜寻啊，有没有什么今年的比赛有没有，就开始去找，对。但是在之前就是只为了赚钱。就是现在不为赚钱，现在还是要赚钱，没有赚钱没有梦想。
很实际，非常实际，对对对，真的。所以你这样很踏实哈。接下来更要争取你的掌声，就是用歌声。请问你要唱什么呢？我要来唱一首阿妹的歌曲，叫做《水蓝色眼泪》。好，欢迎卓嘉宁音乐老师。从我眼中看到什么？有没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坠落？就像夜空，多少流星闪过，你抓不到一颗属于我的梦河。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向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去对弓背望穿无穷虚空。我真的好累，你为何不了解？Baby， 我的世界已经瓦解，变成水蓝色眼泪。心碎了的线是天真的画面，所有水蓝色眼泪会融成一片血，让我的忧伤冬眠。眼泪，心碎了的线是天真的画面，所有水蓝色眼泪会融成一片血，让我的忧伤冬眠。Oh yeah,我真的好累，你为何不了解？Baby， 我的世界已经瓦解，变成水蓝色眼泪。这心碎了的线是天真的画面，所有水蓝色眼泪会融成一片血，让我的忧伤冬眠。眼泪，这心碎了的线是天真的画面，所有水蓝色眼泪会融成一片血，让我的忧伤冬眠。谢谢嘉宁老师啊，本身这个自弹自唱也是一个挑战哈，真的蛮勇敢的。刚刚他一背上吉他，郑姐就跟我说：“你看他整个人都变了。”我说：“对，他连眼神都不一样。”吉他上身就换了一个人。然后我很想问你，你为什么要挑这首歌？据我所知，这一首歌是张雨生为阿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然后它是一首从梦想出发，由自己出发的一件故事，就是可能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对，也有开心，种种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写在里面。但是到最后，就是我还是决定我喜欢音乐，我要走这条路，然后我要发光发热那种感觉。好，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好。但我知道弹吉他就是你要自弹自唱，它其实有难度，就是说你可能要顾到弹，又要顾到唱，所以因为你又要搭配乐手，所以在这个部分你真的要好好再仔细想一下。然后我觉得刚刚嘉威之前讲得很好，就是说像你的音色是现在很流行的中性音色，你何不挑战男生的歌？你是那么温暖的老师，你如果挑如果你冷呢，一样弹吉他，我会感受到你的温暖。我自己是这样想，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今天表演啦，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就是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你做到一件让大家都跟着你一起嗨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歌手很难的一件事。然后我也很喜欢你在现场带动给大家的那种，我们会跟着你一起摇摆啊。我刚刚看焦哥跟就是周慧姐都跟着一起摇摆，我就觉得这个表演很好看，谢谢。
我觉得，当你要拿吉他自弹自唱的时候，其实像他们说的，你一拿起吉他之后，你整个人的精神度都不一样了。可是这首歌是一个有律动的歌，然后你所有的律动都在你的吉他上，它没有反映在你的 vocal 上面。我觉得搞不好可以，就是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你拿着吉他，你会比较有安全感，比较有个自信。那何不你就剩下你的 vocal 跟你的吉他？因为刚刚那个表演上，其实你的 vocal 是好听的，然后整个大家就会在你的歌里面，因为你的歌就只有你的 vocal 跟你的吉他两个都是你可以控制。那延续刚刚嘉威的说法，如果换成是我的强项是清唱，所以我就会让我自己更多的自由拍。吉他在你的手上，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超级慢板，先去唱出你的口吻，等到进到副歌的时候，所有的乐队进来的时候，你再把它加速，你听起来就会，哎呀，前面酝酿的很有情绪，很有情感，后头慢慢加强那个 band 的感觉的时候，你的 punch 就出来了，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唱的声嘶力竭，那个都爆青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以从编曲去下手。谢谢老师。好，希望你有得到收获，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卓嘉宁，请休息。我觉得刚刚老师们给的建议，其实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我觉得我对刚刚的表现没有到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可以有机会能够晋级。那第2场的表现，我会表现得更好的。接下来还有2个标签，请看好。端盆子的画家还是亲我上电视了。你知道我前一阵子不是客串了一个工人吗？对，他有演做工的人。做工的人。对呀，他有压轴登场，好适合你哦。为什么？这样算夸奖吗？对，为什么？就他很变身了，就不是。对，乍看我跟你讲，我太太说，我那天在看的时候，我太太说，哎，老公你来，他是不是一个歌星？我说那周慧啦，他唱插曲的，所以他来客。跟孟耿如自己有演，他都认不出来他是。我们没有对到戏，对，没有对到戏，但他完全认不出来。他是女神，我们是工人，不一样。对，他这个工人怎么那么像歌星啊？真的，这真实发生。那因为呢，这整个戏在演的过程，我自己没有先去看初剪，所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当我的画面一出来的时候，我就马上 po 了一个文，妈，我上电视了，所以我想要选这个，请我上电视。对，而且出现在电视剧里面，对不对？我懂。对。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么激动是为了什么？先听他的声音，一鸣惊人，请。我眼角一帆沉睡在再高的墙都挡不起来，一直祈求你给不起的爱，我又哭又闹像个小孩。哇，感觉技巧、声音都很好听，欢迎亲我上电视了登场。来，站到舞台正中央，跟大家问候。大家好，我是伟翔。为什么你有这个标签？什么意思啊？哦，因为这个比赛是我女朋友帮我报名的。哦，亲是亲爱的意思。对，亲爱的意思。对。哦，他帮你报名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敢报名吗？就是我以前在学生时候有在比赛，对，但是我不敢报这种电视的比赛。哦，对，所以今天是您第一次上电视比赛吗？对。哇，感动呢哈！是我上电视了。对，所以说我上电视了嘛。那女朋友今天有来吗？有。好赞哦，要给她讲哦。你来这家来家属席。家属席。我们这里这么宽，这样会造成你的躲在后面困扰，还是更紧张吗？会吗？应该还好吧。不会吗？他真的可以在这里看吗？你确定？你不会怕？还是会稳定你的心？我是怕他怕啊？你会怕吗？还好。对啊，你什么意思啊？人家也想说妈，我上电视了，为什么只有你可以说？奇怪了。重点是坐在焦哥跟周慧姐旁边这样。对呀，多开心难得哈。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恋爱故，不是看什么？哦，看他喜欢音乐的故事。先看 VCR。我的工作是制程设备工程师，那我们是面板厂，就是要符合客户的需求，我们才能够做出货动作，是算相对稳定的工作。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很没有自信，那我没有自信是因为我以前很胖，然后大概有140公斤，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同学其实也都知道。知道的话，他们就会想要说，你可以参加比赛啊。唱完之后，大家对我的反应都还不错。比赛的时候，我能够尽全力的释放出我全部的力量在唱这首歌，就很开心这样。我在前年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做了缩胃的手术，能够让我的体重下降嘛，那也可以更健康。那这个体态改变能够让我在舞台上会更有自信，那也更放得开。因为我女朋友有一天在网络上看到平民巨星的那种甄选活动，她就贴给我看，然后我就想说，蛮恐怖的，我就跟她说我不要。那虽然她都说她没有就是歌手的梦，但我觉得就是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她平常就很爱唱歌，就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她也都一直在旁边唱歌，所以我想说干脆帮她报名比赛，让她唱得够。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这个比赛是我女朋友推荐我来的，所以我为了我女朋友，我会努力站上这个大的舞台。那我一定会尽全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我会加油。感动哈，尤其这个胖瘦之间哈，这个真的差很多。那个照片，对啊，他几乎瘦掉一个自己那个感觉哈。所以你当时已经追到他了吗？就我认识他的时候是胖的。真爱耶，对不对？就是他不是说他瘦下来才你们的定情曲是什么歌？有没有一个定情曲这样？那个告白气球。哇，这个歌很适合来这个谈恋爱。今天要唱的是告白气球吗？没有，今天要唱我们，但是不是给他的。什么？因为这首歌不适合给人。对。对。你有什么祝福的话给待会1分钟后即将要比赛的第一次上电视的维翔，加油！有一个真爱的女朋友，男朋友不敢报名，女朋友把他推上舞台，谢谢你，慧眼识英雄，赶快到旁边欣赏，手机准备着，帮他记录一下哈。好，来喽，你要唱的歌曲再说一次。我今天要唱陈奕迅的《我们》，维翔加油！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
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谢谢，谢谢伟翔。陈奕迅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他的歌很难唱，你敢挑战他是真的不怕死，只能这样讲。然后我觉得你对自己唱歌是非常非常有自信，但是陈奕迅的歌，尤其是这首歌很深，他深到不是每一个专业的歌手都能够驾驭得了，所以你去拼这个歌对你来讲有点吃亏。然后你的 A 段跟 B 段判若二人，好像两个人在唱歌，所以在整个歌曲的衔接度就不够了。在声音的控制度上面，你可以回去听，它真是两把声音，因为两个共鸣点都不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是哒哒哒哒哒哒，对，然后就高回上去的时候，你衔接点没有找上，我觉得那个就是大家讲的发声位置。那我们怎么 hold 在一个位置，我可以往下唱，我 hold 在一个位置可以往上唱，那个才是功力。但我不否定你的那个歌唱技巧跟你的音色，我觉得是好的，加油。我也觉得你的能力是够好的，而且我觉得你今天来是很符合平民巨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在发掘一个璞玉，我们要经过这么多评审团的雕琢。我跟你说，综合所有评审团讲的，其实你缺的是什么？我觉得你还缺一个是经验。但是基本上我是很喜欢你的音色，还有你唱歌的时候的自信。但是你不唱歌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要有自信，你的眼神，好吧？可以吗？好。也许他不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手，毕竟是第一次上电视，所以他能够有这样子的表现，我觉得已经 OK， 不失水准。但是未来的选歌可能挑歌上面，如果换成是我今天虽然非常喜欢这首歌，它的难度也非常高，可是你要有100%的能力去驾驭它，但是你站上舞台一定会削弱你的功力，所以我宁可会选一首我平常唱起来有120分，来到舞台上至少我还拥有80分的歌曲。最后听听阿娜达怎么说了啊！来，听完之后，我知道你今天就感冒很不舒服，然后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能站在上面唱歌已经很棒了。他感冒啊！哎呀，伟翔你就傻了嘛！你有没有去看过演唱会？歌手说：“对不起，我今天状况不好。”每一个都会这样讲，请大家多包涵。对，先打预防针，是个主雷啊那样。你太老实了，对不对？换你跟他说2句啦。谢谢你帮我报名这个比赛，我也很喜欢，谢谢你。好，他有收获哦，这样就够了，对不对？非常谢谢伟翔，谢谢美女，谢谢。接下来最后一个 hashtag， 我们再来回味一下，就是端盘子的画家，听听他的歌声哈，到底他是端盘子还是画家，搞不清楚，请开嗓，一鸣惊人。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空灵的嘞，空灵的哦。好，我们来欢迎这位端盘子的画家出场。本次比赛最后一位选手，等好久了啊，是一个很漂亮，像名模一般的人。哇，腿好长。对，真的像 model 志玲一样。对啊。主持人嘉哥好，赵慧杰你好，然后评审老师各位大家好。这个应该是模特。对，而且他声音好温柔哦，气质很好。所以什么意思？端盘子的画家。我从小就爱画画，高中念的也是美术学校。然后大学也是念美术学校，后来因缘际会就是做模特儿。我做这方面的工作5、6年，我有点忘记时间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
回归自我，然后我就找了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喜欢的环境，在那边工作。那我是在一间素食餐厅，现在在素食餐厅工作，做服务员这样，在餐厅，对，很棒哦。好，我们通过以下的影片呢，再来好好认识这位选手。很小的时候，就是姐姐弹着吉他，然后我跟姐姐的一个还蛮奇特的乐趣，就是我们会姐姐伴奏，然后我们一起唱我们自己编的儿歌。国小的时候，我们有同乐会或者是庆生会，我都会报名唱歌表演。然后我从小就很享受这一种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我大学选了这个国画系，那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的人。虽然大学念的是国画系，可是我在大学2年级升3年级的时候，又自己偷偷的跑去报名了国外的这个国际性的比赛，而且我是用西画、油画去做媒材，去做竞赛的作品。那也很幸运的，在2015年的 Art Olympia 可以入围到东京参赛。我的工作内容其实蛮多的，像模特儿的话，我们除了一直试镜，不断的要尝试新的机会之外，我自己的话是走过服装、珠宝，还有动态的，那平面拍摄也有，法秀也蛮多的。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有朋友告诉我在公车上面看到我的广告，那有一天我自己也看到了，我觉得哇，好神奇哦，在路上看到我自己跑来跑去，我就觉得哇，有好多个我可以陪大家。我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有1年的时间是没有接模特儿的工作。我给自己1年的时间，沉淀了自己，去思考未来的方向。我在不管是绘画上面遇到瓶颈，创作遇到瓶颈，那工作上面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用言语抒发的，我都会选择用唱歌的方式表达。这一次这个舞台是我第1次参加歌唱型比赛，我来这里，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舞台，用唱歌的方式，将我的故事，还有我想要传达的感动，传递给更多的朋友，更多的人。哇，很美呀！谢谢。这个模特，你可以找到拍 MV 啊，对不对？而且我们2个人都有凤眼哎。对。哎呀，这个东方的凤眼就很有国际感，对，国际感，对，很亲切。是国际感，是真的是国际名模的感觉。哎，我就是长得不够高。但你有美声，老天是很公平的。哦，那你这么多的斜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说接下来的奋斗方向是哪一个？我一直以来的奋斗都是，我想要有更大的舞台。唱歌吗？还是画画？只要是表演的，我都非常热爱。艺术类，所以画画已经没有在钻研了。画画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自己享受的一件事情，不用去比赛了。但是。比赛没有了，但是我创作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所以每一年我都会写春联发给我，就是近几年对，我都会写春联，因为国画嘛，对，很会写字的哈，写春联送给我觉得非常重要，或者是我的好朋友这样子。哦，所以明年如果我没收到的话，我就是不重要。嘉哥，我听见了。啊，没有，随便说的。打勾勾。那 OK， 好，打勾勾。我很有才华，人又漂亮。对，我刚刚在这个角度看，你一直在瞄他。对，他很像巩俐，他的侧边很像巩俐，侧面年轻的巩俐。而且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巨星很重要的什么？除了唱歌，他还有观众缘，他上镜头是很好看的。那孝如，你要唱什么歌？在你第1次的歌唱比赛的舞台上，半途而废。我们马上来欢迎景孝如的表演《半途而废》。要不痛痛快快的哭个够，要不干脆向他低头。别再苦苦压抑心里的痛，痛。恨过爱过又算什么？贪图快乐等于堕落。你说一生不是为爱而活，别搪塞借口，到最后反反复复忙忙碌碌。
天空，真是自作自受自虐，半途而废。你不后悔？反骨断了退路，还谈什么幸福？你又何苦？别搪塞借口，到最后反反复复、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不知为了什么？半途而废，你无所谓，少了自由，怎能海阔天空？真是自作自受自虐。半途而废，你不后悔？反骨断了退路，还等什么幸福？你又何苦？半途而废，你无所谓，少了自由，怎能海阔天空？真是自作自受自虐。半途而废，你不后悔？反骨断了退路，还有什么幸福？你又何苦？不准哭。谢谢小茹谢谢。好，来听一下5位这个。我真的要替平民巨星讲，你们太厉害了！怎么可以找到这种各种不同类型的歌手？是不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我们今天的类型，你再回想，第一个是健身教练哦，现在走到迷魔伸展台了，有没有？对对。刚刚还有工程师、警察。对。是。然后今天我看到一个完整的表演。他不是只是来唱歌的，他的举手投足，他面对的镜头，他面对观众，这是一个完全完整的表演。你的舞台已经有了。你选这首歌超适合你的，然后你的一切神情，你跟歌曲是一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赏心悦目。然后，但是要给你一个小的建议是，因为他的副歌很难唱。尤其是其实第一句的副歌很难唱，你要去找那个呼吸的点，气很难。对，除了就是可能整个有点紧张，跟你找不到换气的点，会觉得没有那么松之外，其实一切都还不错，大致上很完整。然后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如诗如画，可能因为刚刚看了影片嘛，你画国画，我觉得你好像真的从画里走出来，然后我觉得是一下就进去幽灵的感觉，古典美人啦，是幽灵，古典美人的 feel。对啦对啦，因为我这个角度，你灯一打的时候，他那个角度我看过，我都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就是真的从画出来？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你第一次在这个台上表演，你的真假音转换是非常自然，我觉得很好看的表演。谢谢老师。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唱王菲的歌也是一个险招，因为她的歌通常都不好唱，但是呢，很出奇的，你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而且她在里头改了非常多的拍子，有些进歌点根本不在那边。然后他还自己补了一些插音，这一点是我还蛮惊喜的，因为他让我觉得他有艺术家的气息，所以我还蛮喜欢他今天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是跟前面几个参赛者呈现出来的感受不同。我本来担心你会有大量王菲的影子，但却没有。这点是蛮惊喜的，谢谢老师。对，好，谢谢你，请留在舞台上，马上欢迎其他4位选手一起登场。周慧要思考一下，能够晋级第2阶段的，唱第2首歌的只有3位，5进3，由今天的巨星导师来选择，然後成為3進1的周冠軍。一追再追，最終一息心互醉，基本需要。原來早不缺少，我只得你。不需要知道我的真情，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想着你。
祝福前进，擦干每个泪滴，沉睡蓝色眼泪，是心碎了的线，是天真的画面，所有水蓝色眼泪会融成一片血，让我的忧伤都变。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半途而废，你不后悔。反骨断了退路，还等什么幸福？你又何苦？现在请这位老师宣布他的选择是谁？我的选择是第一位，吴京的教练张凯；第二位，保姆许冠宇；剩最后一位喽，端盘子的画家景孝如。恭喜3位可以晋级到第2阶段，待会就依照顺序由吴京的老师，就是凯教练先担任第2首歌曲的第1位演唱者。我们同时也要谢谢音乐老师，也要谢谢工程师，再接再厉，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很兴奋，其实很久没有这样子兴奋的感觉了。我自己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紧张的。虽然说我年纪比一般参赛的稍微大一点点，也有过一些舞台经验。那下一首我会选择一首对我来说相对比较新的歌曲，它是稍微有点节奏、有点轻快的。那我也想要呈现一个不同的样子给朋友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给朋友欣赏。我觉得这一次能够晋级，真的很感谢平常老师很喜欢。我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到达我自己期望的那么好，也真的很谢谢大家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的下一个比赛表演，我也会继续努力的。耶！我终于晋级了，可是我刚刚其实没有表现得很好。我希望我下一首歌可以再给大家惊艳。凯教练再次登场，很期待他会带来什么歌曲。这首歌很重要、很关键哦，是晋级就靠他了哈！加油！唱的歌曲是阿飞的小蝴蝶。欢迎凯教练，谢谢。看不见终点眼，绚烂的眼，深红的眼，几经诱惑的一切，听不见是非，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还有绝对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
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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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来，大家对张凯原来刘教练德华也录过《小蝴蝶》这首，不像啦，还好啦。可是我觉得他现在真的不像了耶。哎，这首不像，我觉得已经有他自己的味道了。他真的不像，他声音真的不像，但他动作真的很像，他动作还是一样。巨星的风采，是不是？对不对？好想听 “Thank you” 两个字哦。我是训练台是。你要听谁的 Thank you？ 刘德华的 Thank you。那还有别的？还有张学友的 Thank you。其实声音都一样，表情不一样。那刘畊宏的，刘畊宏的，是，让我们来祷告一下。厉害哦！先来个饭前祷告，还有伏地挺身坐下去，记得。哎呦，太好笑！哎呀，太可爱了。可惜那个老师来的时候他没有来那一集，跟红有来过。我不能看到跟红啊，我会唱不出歌。唱不出。好，来回到刚刚的表演呢。我觉得还蛮享受的，而且其实他是享受这个舞台的。跟第一 round 比起来，他整个已经放松了，对，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谢谢。对，他的架势真的很有巨星风采。是，其实整个表演是蛮松的，比第一首歌松，然后也很好听，真的很好听。但是我觉得有在一个如果可以更好的是，因为这首歌是有节奏的，是，可能用了比较多抒情歌的方式去唱它，是因为有节奏的歌，它讲的就是呼吸断的地方，那。可能这个地方长了一点，你的尾音都长了一点，然后可能要比较哒哒哒哒，它有一个应该要停的地方，它那个才叫 grooving。为什么？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如果抓得到的话，会更吸引人。好。很棒的建议耶，谢谢，很有意思，谢谢你哦，张老师、张教练，谢谢大家，非常大气的凯哥、凯老师、凯教练哈，健身教练，好喜欢他。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保姆，人民保姆的世界，再次欢迎人民保姆出场，许冠宇，台北市的警察，你要唱什么歌？我要唱张惠妹的《傲娇》。加油，请开始！哇，一人分饰三角的傲娇。红了眼，发高烧，青蛙腿加清高，黑魔咒那一招，嫉妒心在发泡。女孩们请祈祷，毒苹果在偷笑，迷魂药用不着，都爱我，我知道。爱好难熬，前凸后翘，又招惹谁了？最新款水蛇腰，老远闻到你醋味在发酵，谁怕谁误会？我生来高调，奉劝生人勿扰。女巫盛装狂欢，让嫉妒生。真不该，他害你泼妇骂街不可爱，可
可怜我多清白，再美也不至于上断头台，谁怕谁误会？我生来高调，奉劝生人勿扰，女巫盛装狂欢，让嫉妒伤。那人在过小脚，穿得再傻，我吧觉得好就好。你管不着，烦恼是傲娇的一种记号。你无不发为你真当我病猫，或油或水，算我多少就好。嫉妒是罪，我书都要收好。我若自卑，手下就不用教，回到自己万事八乱，变速玩具通宵。绿色烟雾，扬起愤怒。黑魔咒那一招，嫉妒心在发泡，眼泪珍珠，你的孤独爱让你重度痛苦，亲爱的你不该跟我赌。Bravo， 哇，整个人。哇塞！你说我跟周慧，因为坐在最前方，我们多少都会摇一下，因为让台上的放心，能够让郑怡大姐也动起来，真的不容易哎，真的不容易啊！小巨蛋的格局，小巨蛋啊，一人分饰三角，一个人要 cover 艾怡良、徐佳莹、张惠妹，你看她多厉害！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好看哎，我真的觉得好喜欢。虽然就是可能有一些中间有一些小的缺点瑕疵，但是瑕不掩瑜。我觉得整个表演是让人家觉得是开心，然后看得很尽兴。我觉得表演就是要这样。对，我觉得他的眼神对很到位，超级妩媚的。我想说哇，这是警察吗？天哪，警察可以这样子吗？怎么会警察？你现在妨碍公务，妨碍公务啊！我觉得表演的部分我一定会给他100分，譬如说警察工会的演出啊什么的。警察工会，找他去唱，找他唱就好，觉得很棒。可是因为今天是比赛，我还是觉得那个拍子节奏，因为你跳你的唱你的其实是分开的。我觉得你唱歌最害怕就是你只唱，然后你没有听。谢谢。我觉得这一首歌你非常享受自己，你不要丢掉你在这首歌里面的自在。对，延续从第一首歌到这一首歌，我对于他唱歌的态度都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有正面能量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选这首歌有一点太冒险，毕竟它是3个人合唱的歌曲，所以他想要凸显的就是3个歌手各自的强项。那除非你有办法内化到说这3个角色你全部抛开，全部用自己的方式。你全部把它内化成自己之后，我相信会有属于你的方法。所以你看比赛很少有人唱明天会更好嘛，因为他一个人要演60个，或是什么手牵手啊 ，We Are the World， 对不对？不好唱，很难驾驭嘛，因为你会很容易就忽然间蔡琴、费玉清、黄莺、于天的，还有我。还有你有唱明天会更好，哪一句是你唱的呢？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哇，40年前的反盗版的主题曲，真的是活历史、活化石在这里。对啦，古董了。好了，不过你看你整个把气氛都带火了，对，谢谢你哈，谢谢。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另外一个冰冷的世界了哈。好，来，谢谢冠宇。接下来我们欢迎高冷名模孝如再回到舞台上面来。今天的最后一位晋级者有没有机会抢得跟周慧合唱的机会和周冠军？看看他要表演什么歌。欢迎回来，来，你要唱什么歌？你是不会当树吗？好，先来听听你的表演，魏如萱的作品，景孝如的演出。我总在你
里前方，我要你探寻我拓荒，我要你专注我的风景。你是不会等数吗？目送我的流浪，我眼里还有远方，想知道世界背面是什么模样，我踩着自尊的玻璃前往，无人知晓最高的无妨，弹最长声的息，哭泣了像太阳，那么热，那么嚣张。你是不会当数吗？遮蔽我的影子，带是我的悲伤。你是不会当数吗？遮蔽我的影子，带是我的悲伤。你是不会当数吗？走季节开的下一阵花，我知道边界，我知道时光，我知道你痛着，却仍然走在我身旁。谢谢大家。这个是金孝如的选歌啊，这个表现的也很有自己的风格哈。哇，太棒了哈！我们从 pub 忽然间到那个外太空了，那个银河系的那个，这个气氛完全不同。冥想，开始空灵冥想。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像我每次听郑姐唱歌，任何人唱歌，嘉威也好，我觉得唱歌最难就是说话要像唱歌，唱歌像说话。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好哎，因为有时候你唱一首歌，人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唱什么，你要表达什么，那是歌曲的真谛。所以你刚刚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你说话像唱歌，唱歌像说话之外，你完完全全表现你的态度，因为唱歌也是一种态度。我非常喜欢他的表演。谢谢老师。无可置疑的，刚刚这一段是非常完整，而且已经准备好站到舞台上的一段表演。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你声音的力量不够，你的长音不够有延续性。也就是说，你在弱音的时候，你其实要花比强音更大的力气去支撑它。我觉得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能够更加强的话，这个会是一个更好、更美的演出。谢谢君老师。我觉得这首歌你做到了，连呼吸都像在唱歌，因为它连呼吸都有情绪。我相信你已经把整首歌的旋律也好，歌词也好，包括你想要怎么展现它，已经内化到自己身体里头，所以它跟原唱已经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好，谢谢。请留步，马上欢迎刚刚前面2位选手再次上台。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健身教练张凯、人民保姆许冠宇，还有最后一位的孝如。现在你要选一位成为周冠军，并且跟你合唱录制一首歌，多么珍贵的机会，请选择。3选1，3进1，周冠军他会是谁？周薇老师。我的选择是。
景孝如。再次的谢谢凯哥，还有我们这个警察大人，谢谢你们2位也都很精彩，谢谢，请休息。好，孝如在舞台的 C 位哈，你有想过会是你自己吗？然后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我先说一下话好了，因为我从刚刚第一阶段介绍他的影片，然后一路到这边，他今天的表演一路延续下来，到他整个人真的就是有艺术家的那种灵魂住在身体里头。对，谢老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一定要需要很多的正能量，非常多的正能量。然后我曾经告诉过我自己，就是有时候我们除了相信自己之外，还要不相信自己。说的不相信自己，就是我不相信我做不到。对，好，恭喜你做到了，今天成为周冠军，谢谢。待会呢，周慧老师会跟你合唱一首歌，做个纪念，也期待我们月冠军的时候再见哈。好，那也谢谢5位评鉴家啊，尤其哲伟再次宣传您的单曲叫做《容颜》，已经在端午节线上发行，然后有一个国语和一个客语的版本，太棒了啊！谢谢，谢谢5位，谢谢，我们马上来欢迎他们2位的演出。我们试试看。好。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我知道了，我第3段我可能还是要跟他齐唱一下，就是前面我不合的时候，我还是要跟他齐唱，要不然会好像掉下来。我们走一下刚刚那个再反复的那个副歌的点好了。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再一次，那我再熟练一次。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应该可以了。我去呼吸一下。调整他的气质。好，可以的。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北京，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去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苏玉祥，苏祥德大哥，恭喜2号54岁的热炒店陈老板景孝如。3大职业即将觉醒，法师、黑暗妖精、枪手、天堂恋职业觉醒，7月8号解放能量。